关心花莲甲台东的消息，先来看花莲。28年假要到啊，不过若出去耍，一定要真细致。花莲就有一个2岁囡仔，对厝内人去溪仔边耍水，转去厝了，发现讲平安的猫猫过流鼻血。这个找医生了，才发现讲有误气走入鼻孔内。后来用内视镜影像发现他的鼻子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东西，然后依经验判断它可能是一只水蛭。然后后来因为小朋友他2岁，没办法非常配合在治疗台上，所以我们是有去开刀房去全身麻醉下去把这个水蛭安全的取出。医生嘛提醒讲，这个误气时常的这个软入牙后鼻孔顶顶的部位，伊会使伫人体内活2礼拜。而且误气呢，伊吸了真严，你若要为鼻孔直接甲取出来，为鼻孔直接取出来、压出来，无遐简单。所以讲，咱乡亲若去野外佚佗了后，发现讲有流鼻血、闹尿尿的情形，若是伫山顶，这个人的经验，伫山顶会使用山咸菜接试看卖。啊，若落山了，一定要赶紧去找医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